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5月7日跑馬地夜馬共有9場嘅草地賽事，當晚嘅開跑時間係6點35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至於跑馬仔指數係會電腦分成 A、B、C、D 4個等嘅級別，我沒有級別嘅馬匹代表電腦確定為不確定性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次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1場5班1650米，馬膽係3號星運王爵，配搭呢個布紋孭132磅，拖嘅第1匹配腳係9號齊歡聚樂，配呢個艾少禮孭128磅。第2匹配腳係5號傳承者，配搭呢個班德禮孭131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馬有運、4號質素。第2場5班1000米，馬膽係4號快樂奇兵，配呢個布紋孭127磅，拖嘅第1匹配腳係3號遙遙日上，配搭呢個巴道孭127磅。第2匹配腳係7號謙謙君子，配呢個艾少禮孭12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2號天分高、8號驍勇善戰。第3場4班2200米，馬膽係10號客家之光，配呢個艾少禮孭119磅。拖嘅第1匹配腳係2號綠色巨人，配呢個布紋孭134磅。第2匹配腳係8號管之友，配呢個田泰安孭12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捷足奔馳、3號白進笑聲。第4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2號超霸勝，配搭呢個布紋孭134磅。拖嘅第1匹配腳係7號鼓浪好友，配呢個艾少禮孭125磅。第2匹配腳係3號你知我得，配呢個霍雲星孭131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9號飛王、4號手進。第5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8號快活英雄，配呢個賀銘年孭127磅。拖嘅第1匹配腳係4號三軍勇將，配呢個布紋孭132磅。第2匹配腳係11號時間寶，配呢個班德禮孭120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試跑得、5號東來欣賞。第6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3號的愛好，配呢個布紋孭128磅。拖嘅第1匹配腳係2號志滿同行，配搭呢個潘頓孭134磅。第2匹配腳係10號超勁火力，配呢個艾少禮孭120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2號
電信驕陽，1號萬事得意。第7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1號大學生配呢個布紋，孭135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7號銀騰，配搭呢個艾少禮孭124磅。第二匹配腳係6號標誌，配搭呢個潘頓孭127磅。三龍彩配腳分別係11號年年歡呼、10號輕鬆大笑。第8場3班1650米，馬膽係10號勝意，配搭呢個潘頓孭120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7號智勇名區，配搭呢個霍雲星孭121磅。第二匹配腳係11號標之亮子，配呢個艾少禮孭117磅。三龍彩配腳分別係3號佳進連連、12號仗義。第9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10號安康萬里，配搭呢個潘頓孭120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2號會長之寶，配搭布紋孭128磅。第二匹配腳係12號星英，配呢個賀銘年孭118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4號飲杯、5號時尚風趣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